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7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林在。伫咧台北市信义区的宝林地设发生可能是食物中毒的问题，今早起，搁再有一个人死亡，是66岁姓杨的查甫人。这死者的查甫囝就表示讲，因爸爸食一顿饭了后就来过往，一定会追究这相关的责任。也那伫咧暗头的时阵，搁再增加一个动静通报，目前已经有11个人无爽快，其中2个已经过往，也那4个人等咧家属帮忙抢救。 父亲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没有任何肝的问题，没有任何肾的问题，就是去吃了1次饭，不到1个礼拜人就没了。接想到老爸只是去食一顿饭就无命。杨小姐伫记者会是真伤心，一直7、8岁。伊讲3月19，中昼老爸到宝林地设信义 A13食这个炒粿条了后，暗时就开始落屎，落30几摆。一开始以为讲是诺罗病毒，20去医生看，医生认为讲是诺罗病毒，开相关的药物了后，互伊转去厝休困，落屎症状有较好。不过20时却是雄雄脑罄肝，心跳无稳定，赶紧送病院。经过检查排毒，心血管塌条这状况转普通的病房。不过老爸感觉食道稍稍无爽快，无受到日病情雄雄加重，精神无好，爱困。23透早6点，肝指数飙到14，北区入换肝，不过情况无理想，下晡送加护病房。25钟夜控膜抢救，27心跳就停去了。有跟医院说，我们是同意相验的。 就无论如何，一定要查清楚是发生什么事情。主治医师讲，为病人接叶克膜、3线升压剂，也佮有西药制剂，不过病况一直无改善，血压一直落，尾也严重酸中毒、免搏性肝甲腰子歹去过身。医师坦白讲，从来无拄过这种的案例。在加护病房大概来讲的话，真的因为感觉上就是全身性的器官衰竭啦，然后也急性就是很严重的酸中毒，等于是见招拆招，所以变成没有办法去刹车踩不住，然后他病人状况就持续的下滑。根据卫生局掌握的进度，即阵知影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已经造成11人身体无爽快，其中已经有2个人死亡，4人住加护病房抢救。也这内底有2例正伫使用叶克膜。因为代志真严重，台北地检署赶紧以牵涉涉案法分案调查。检察官透早到餐厅现场会同卫福部是药师，也有台北市卫生局这单位来收集证据，已经查考相关的证本来调查可能牵涉的不法的代志。新北地检署已经初步相验1名死者，那预计明天上午要解剖鉴定。那另外1名死者今天也在进行相验当中。 那由于宝林茶室它是位居台北市信义区，所以辖区是由台北地检署。那昨天已经分案要追查。另外，对着是不是发动强制处分，蔡清祥又讲，检察官依照案情所收集的证据进行，检察机关已经全面启动，先了解这个死因了后，然后牵涉刑事责任，一定要追溯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的宝林地设即刻发生涉案的风波，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下令，伫台北所有的宝林分店拢先停业。外界也伫咧要讲，敢是有人去下毒？蒋万安今日表示，无排除任何的情形，也继续追查这食品工厂敢有提供予北京的餐厅。目前追查到第这宝林地设用的粿仔条是由新北市业者制造提供的，也已经要求这业者停止出货了。 门口大暂停营业的广告，餐厅内底是暗飕飕。台北市卖素食的餐厅，宝林地设若像食物中毒的案件，风波是持续扩大，累计已经有几个人就医。到目前为止，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4个人是新北市民，其中2个人已经死亡。市长侯友宜表示，会全力来配合调查。我们现在全力的配合台北市跟中央，就这个事件全力的调查。 宝林地设的案件造成2个人死亡，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所有伫台北的宝林分店拢下令停业。嘛讲第一时间相关的化验，并无检出一般食物中毒的细菌。外界嘛关心讲，敢有可能是有人下毒？蒋万安讲无排除任何的情形，嘛会持续调查，确认实在的厂商敢有供货去其他的餐厅。 我们都不排除任何可能，因为现在不只是我们的卫生局、食安官、疫调人员、检警都已经进入调查，已经全力配合这个检调啊，一切跟随政府啊，他怎么安排我们怎么配合。
记者强调讲，一切配合检调的调查。台北市卫生局指出，目前送病院的民众拢有食过几啊条甲河粉，进一步向源头甲下游的厂商追查，发现扩大到湘北。目前已经要求供应商停止供货。就是说，我们往上去追，所以说它供应这个食材的厂商是在新北的某一家公司。那目前我们查到，台北市只有一家在南港的一个公司它是属于中盘商。那我们还继续往下追查。布林地色的几啊条由新北市的业者制作供应，目前已经知影有卖予3间中盘，甲4间餐饮场所。另外，还佫有招少供应予差不多10个番仔。卫生单位已经要求相关的业者自主落市甲回收，嘛暂停购卖。稽查人员嘛甲相关的原料查断去，还佫有做成品的抽检，检验的结果上紧1礼拜内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传出有阿兵哥行底路的案件，一个月来就高惊。军方的高层强调会关心这官兵的身心状况。不过，立委是亚讲金门马祖的心理辅导电话根本就卡未通。国防部长邱国正也答应讲会全面检讨。陆军司令部表示，马祖心卫中心的电话呢是转接设定有问题，那金门心卫中心的电话是网页写唔对，这两部分拢已经修改啊。国军最近常常传出自杀的案件，一个月来出现9件自伤案件，引起外界关心军中的管教。国军最摆讲会关心官兵身心的状况，也是有24小时辅导专线，让官兵会在司法证实，证就是传出有电话是空号。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民进党立委王定宇27时讲，部长邱国正讲马祖的国军心理辅导专线是空号。这个电话来自国防部政检资讯服务网，和邱国正甲边的政检局长陈友林面是真解决。这2天社会沸沸扬扬都在检讨这个事情了，你们怎么还会自己提供的服务线还是一个空号？然后我们检讨，你不知道原因啊？你现在可能应该也不知道为什么。陈友林讲，马祖心卫中心有做调整，会对专线进行了解。但估其实拿马祖的心理辅导专线卡未通。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经过实测，金门的心理辅导专线上款也是空号。今麦官兵负责台海前线的守备任务，也过有关救命专线拢出包，当从国军的形象。邱国正讲的全面检讨，陆军接到指令，赶紧清查修正。我们承认了有问题。我们全面检讨，这其实是管理上，这个是管理方面的，我们强化。有关马祖心卫中心是在执勤人员电话转接的号码设定错误，所以在转接之后变成空号。金门则是在网页上公布的电话号码误植，目前都已经完成更正。外界关心国军辅导体系量能不足，根据统计，二级的心理卫生中心382名心理辅导人员，有专业证照只有60名，占的比率只有14.1%。立委认为，国军应该向地区病院，还有卫福部寻求心理卫生相关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某一间国中2年前有教练用这球棍体罚学生，甲这个学校又在出现类似案件，5名体育生互教练体罚，家长也指控讲这教练拢乱收钱，而且校长甲代志扫掉。学校表示讲案件已经伫咧调查，校长也无暗号什么人。市政府也讲已经有伫咧调查咯，针对校长的部分呢，要行政调查小组，若总有暗号行为，一定会严办。孩子聊天，小孩子就是这边有2条，有的是手指头就是肿胀。手机镜头啊，照相的部位，这个囡仔读的学校，因的家长会长，总因为通报学校体育班的学生，那像互体罚了后，都叫校长打压，控诉学校电话亚康者。小孩的手，有时候他喜欢咬指甲，有时候看他的手，他确实有些关节处他是有点红肿的，对，然后他麻的程度大概2天。日本基金会指出，2年前高雄市某一间国中，就捌发生过有教练拿敲棍球拍讲学生。另外有一个姓林的篮球教练，1月份甲5个体育班的学生体罚，因为因用水喷黑棒，甲上课讲话。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是要记过的，那这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教练说你要记过，或者是被我打，2选1。纵使小孩这件事情要处理，学校如果有校规可以处理，为什么要让体罚？为什么要用体罚的方式？我们学校的立场就是等待调查小组调查报告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再做后续。如果真的属实，我们就进行惩处。学校回应讲，若像管教不同的事件当伫调查，然后体罚一定会处分。不过，否认校长打压亚康者，也
还有要求对象的学生退案的指控。嘛有另外一名家长是甲教练相挺的。我们的家长全部都是接受的合理的处罚，请不要抹黑体罚，不要抹黑我们的教练。将由教育局外聘学者及法律专家组成校长行政调查小组，以确保调查的公正客观。甲教练相挺的家长讲，记者会真侪控诉拢是作恶，两派家长看法无共款。日本强调讲，毋是要甲家长对立，是要凸显学校管理有疏失。市府回应讲，疑似不当管教已经督导学校爱调查，后续会以结果来移送到评会或者是考核会。现在后援会若像校务不清的代志，学校已经伫2月中说明，而且互后援会中庭较周知，市府袂稳准体罚，嘛袂轻嚼甲暗砍，或者是发生打压夜空者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伫咧捷克的布拉格青年波西米亚音乐节比赛，高雄的前金国小管乐团演奏台湾民谣组曲，打败其他18个音乐团队，摕到金牌奖。这阵高雄囡仔用音乐，互世界看到台湾。台顶演奏《桃花过渡》是台湾早期人人知的车鼓民谣，续落来阁有《天黑黑思想起》。前金国小学生囡仔用这3条民谣，互布拉格青年波西米亚音乐节充满台湾味。前金国小的管乐团开半年的时间准备，将3条台湾民谣编入去35分钟的组曲，尾仔因摕到上关音乐金牌奖。我是台湾人。开始看到日本的大哥哥甲大姐姐，就惊的。这后是安怎克服的？老师话加油。行的时候有看到来自日本的学生，然后和他们交换了国旗。布拉格青年波西米亚音乐节已经办19年啊，今年有台湾、美国、日本14个国家19个音乐团队参加比赛。这摆前金国小拢总派出43位学生出国交流，因搁特别伫音乐游行的时阵，伫讲台叶国旗大声唱国歌，现场也有台湾人来替因拍谱加油，互世界看到台湾。特别经3条咱代表咱台湾的台湾民谣。互大家、互世界会晓熟悉台湾。当阮演奏着国歌，甲迄个会着国旗，迄种感动是，一世人可能敢若有即摆的机会，我都去体验的。前金国小老师表示，这届比赛台湾队是比今年会上细汉的，这阵学生囡仔会当克服时差、气温，甚至袂惊其他国家队，顺利摕到金牌奖，实在真无简单。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国宝歌王文夏伫咧2022年过身，食到94岁。伊一生当中创作过1200首的台语歌，拍过11出的台语电影，也摕到这金音奖，也有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亲像《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夜保重》，拢是伊的代表作品。文夏见证到这台语歌和台语电影的黄金岁月，伊的太太文香就表示讲，迄纪录片是伊的遗愿，对2018年到今总算是完成了。希望互大家了解到文夏的故事，也有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咱人啊出外，较少嘛是故乡，上怀念嘛是个父母啊。到今仔日我的歌内面，算作故乡的歌嘛真侪。1959年，文夏翻唱《黄昏的故乡》是全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另外，像《妈妈，请你夜保重》、《再会啊，港岛》等等，也拢是文夏的代表作。伊的音乐人生是台语流行歌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着要让大众认捌文夏和台湾流行歌的发展史，纪录片《夏季的文化银行》自2018年就开始筹备为文夏做口述历史，伫今年总算完成。老师一心咧坚持做音乐咧创作，所以文化洋行嘛代表老师的音乐
老些影响力哦，那亲像热天的这个太阳同款。1928年5月20日，文夏伫台南出世，一生创作1200首台语歌，拍11出台语电影，提过金鹰奖和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是台湾的国宝歌王。90岁的时，甚至佮办个人演唱会，伫2022年过身，才到94岁。太太文香表示，拍纪录片是文夏的遗愿，毋望甲家己的一切留到后世人做纪念。上界至亲、上界至爱的这好朋友，大家拢来甲伊加油，啊，拢有加入伫这部片的内底吼，啊，所以老师我相信伊一定会足欢喜啦，甲伊的纪录片安尼完成甲遮尔啊好。文夏见证台语歌和台语电影的黄金岁月，嘛留予台湾济珍贵的文化资产，影响一代搁一代的创作者。纪录片团队表示，目前敢若开放包场，不过嘛有计划伫年底要开放，予大众自由买票入电影院看，希望大家做伙来了解文夏和台湾歌的故事。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讲到台北大潮店的贵德街是清朝尾仔正重要的地美博弈中心，其中丹天来古厝是迄当时的隐居地行，这造型唔若气派，也是做生意甲人办暖的所在。这间老地行也得到台北市文化局的补助，要开始动工修复啊。它这边这个楼梯的这个玻璃呀，当初是由香港的著名的玻璃的制造商。这个玻璃是凸出来的。伫大潮埕贵德街丹天来古厝，也就是迄当时的金记地行，是1920年请厦门、台湾甲日本的建筑师傅做伙来起的，有中洋和西洋特色的巴洛克建筑。毋但古厝本身和文物有珍贵的历史背景，丹天来先生嘛是迄当时推测台湾北部地业的重要人物。为着保存建筑物，丹天来古厝拜三举行修复工程的开工典礼。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建筑物内外重要的文物拢会好好保存。陈天来先生在这一栋建筑里面也悬挂了很多的吊饰，许多收藏啊，包括书法、画作啊、古董等等。那目前我们也都先列册，先收起来，等到未来修复工程完成，就会再展全新的风貌。负责修复工程的建筑师傅施路坚认为，这间古厝的修复会当互当家的历史甲台北市的历史做一个连结，非常的珍贵。另外，文资局副局长嘛表示，这是头届政府和民间做伙来合作进行古迹的修复工程。陈天来故居如果将来完成，把陈天来家族的过去的小历史故事，可以连接上台湾整体的大历史的格局。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合作的模式，是台北市在文字保存上一个开创性的工作。那也希望未来能够运用在其他的古迹的，尤其是私有古迹的活化跟保存上面，让它能够成为另外一种典范。丹天来古厝修复完成了后，会用原物展示甲建筑博物馆的方式，呈现迄当时台湾上流社会生活甲文化。另外，嘛规划历史资料展览室，通互大家做伙来感受大潮埕地上甲台湾北部地美的历史。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东花的巴尔的摩港呢，这26半暝啊一台无动力的货轮去弄着桥，经过15点钟的抢救，当地政府宣布，拉落去水内面的6个工人拢已经过往，救人的搜救任务也结束。这座桥有2.4公里长，叫做凯伊桥，是当地正重要南北往回桥。总统拜登也下令讲，用联邦的经费，用上快紧的速度来重建。载3千个货柜，289公尺长的货轮12号，卡伫风浪长的钢筋大桥，规条帕塔普斯科号的航运全部拢冻点，周边风看了是会惊。这只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轮，2日透早为巴尔的摩港出发，连开27天要去斯里兰卡的旅程。想袂到这呾出港，规只船就完全失去动力，以8节的速度，等于是15公里的时速向凯伊桥驶过。船顶的引水人虽紧急下令，只是船员转弯，而且把船顶扛落，互船停止漂流，不过拢失败。看这个办事无法度启动引擎，就向港务局发救人的信号。几啊分钟了后，货船就弄到大桥。马里兰州的州长指出，加在这的船员发出求救的通知，互大桥两边的出入口及时封起来，阻挡车辆入去，避免更加侪人受害。I have to say I'm thankful
for the folks who once the warning came up and once notification came up that there was a Mayday, who literally by being able to stop cars from coming over the bridge, these people are heroes. They saved lives last night. 迄当阵拄好有一阵工人咧修理桥边的坑，2.4公里长的凯怡桥，不到10秒钟的时间断做4-5节，工人嘛落落海，当中有2个人互救起来，6个人失踪。经过15点钟的搜救，美国海岸防卫队伫暗时7点半宣布，已经无可能再有人活咧，所以停止搜救的任务。巴尔的摩港是美国货运量第9大的港口，提供超过15000个工作机会，影响的层面有甲14万人。伫1997年启用的凯怡桥是连接东华高速公路系统重要的通道，一天的车流量有34000台，加上航运受到影响，估计光是航运关起来经济损失，一天就加1500万的美金。Baltimore's already lost best steel, the biggest steel mill in the world. Western Electric, General Motors, we've lost almost everything, like Dayton and Pittsburgh, a couple of American cities. That's our biggest moneymaker in the whole state, right there, the Port of Baltimore. And now your moneymaker shut down. 美国总统拜登迄天召开记者会，讲这是一件真恐怖的意外，答应会拨联邦经费，以上紧的速度来重建凯怡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巴基斯坦的西北部拜二发生一桩自杀炸弹攻击的事件，有一台载着人体炸弹的轿车呢，去弄有载中国工程师的车队，致使一台巴士兵车摔落山谷，这车顶6个人也拢死亡。中国是批评讲这是恐怖行为，这已经是巴基斯坦一礼拜来第3站的大攻击事件。6架巴士骑伫个结构内底，车身一直庆火也有高烟。南马的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26发生一个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一台载自杀炸弹客汽车，目标锁定一队要到当地水坝施工的中国工程师车队了后，弄到其中一台巴士，并且引爆这炸弹，造成巴士并且落落去，车顶6个人不幸死亡。जो कॉन्वॉय था वो 12 गाड़ियों का कॉन्वॉय था, उसमें 2 बसें थी जिसमें चाइनीज सवार थे और एक विड्स जो थी ये जो जिसमें खुदकश बमबार था ये गया है और उस बस के साथ टकराया जिसकी वजह से वो बस खाई में गिरी है और उसमें 5 चाइनीज और एक कोहिस्तान से ताल्लुक़ रखने वाला ड्राइवर था जो कि फोत हो चुके हैं。这个攻击事件发生之前，武装分子在袭击伫巴基斯坦一个军事基地，也有中国伫西南部俾路支省使用的战略港口。事发了后，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随到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来致意，因为中国是抨击这个事件是恐怖行为。中国甲巴基斯坦关系紧密，北京近年来更加用“一带一路”来倡议推动中巴经济走廊，投资超过650亿美金。也过中国制造的计划引起巴基斯坦分离主义团体不满，因为当地人无对这计划中来受到帮助，工作机会拢流向外来者，所以最摆对中国的陆港发动攻击。2019年甲2020年。武装团体分别攻击一间甲中国有关系饭店甲证券交易所，拢造成严重的惊吓。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罗西亚的莫斯科发生音乐厅恐怖攻击事件，到今是第6天了。当地官方目前是要确认所有嫌犯的身份，其中有嫌犯是伫咧晚近乌克兰的城市轰掠到，因为伫咧怀疑讲这恐怖攻击和乌克兰是有牵连的。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的事件。而且进入第6天，除了4个涉嫌这篇恐怖攻击而被嫌犯在内，拢总有11个人轰掠。即马阁有一个都市防讲，伊说出互嫌犯，去予警方羁押。这个造成至少139个人死亡，差不多200个人轻重伤的事件，到底有偌济人涉案？涉案的人伫恐怖攻击的事件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因是有啥物人请的等等的细节，拢还阁伫厘清。不过除了欧美第一时间替乌克兰辩护，因为恐怖攻击甲乌克兰无关系。罗西亚这边嘛讲甲敢若真诶共款，指控美国甲英国协助乌克兰撤回，而且发动这个攻击。То,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осуществляла изучение и подготовку боевик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ам об этом известно. То, что выезжали в места нахождения террористов, работали с ними и вели их подготовку,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根据罗西亚国营媒体今日罗西亚的分析，欧美讲的涉案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犯案的方式除了汽车炸弹，家己做的炸弹，上常用的就是自杀炸弹客。
那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事件嫌犯，开枪杀人甲放火了后，抑阁随离开现场，一明显甲伊斯兰国犯案的风格无共款。到底欧美甲罗西亚对虾米人是凶手，还完袂煞的时阵，部分国家为按嘛求警报，亲像外国媒体报道指出，涉及恐怖攻击的嫌犯，进前捌暂时停留伫土耳其，所以土耳其的军警展开大规模的搜查，逮捕几10个互指控甲恐怖攻击有关系的嫌犯。另外，针对6月份开始，会伫德国柏林等等几个城市举办的2024年欧洲国家杯脚球赛，地主国宣布实施临时性质的边境管制。德国之声公共广播电台指出，这是莫斯科恐怖攻击事件了后，影响极端分子趁比赛期间可能渗透作乱的措施。除了监控恐怖组织，会伫脚球比赛出现暴力行为的人，嘛是警方注意的目标。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台北的内湖今日下晡发生重大车祸，一台计程车呢，伫咧成功路二段，可能是撞过红灯，连续去撞到2台车。这台计程车的零件也拢喷出去，弹到3台车。计程车细张的运将掉伫咧车内面，送病院了后，有关救不回来。这画面当中呢，咱会当看到这计程车是弄甲密密麻麻。警方初步调查，67岁姓周的运将，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撞过红灯，先撞到一台准备要倒弯的轿车，却搁出去撞到其他8台货车，规台车零件喷出去，去扫到一台轿车、2台奔驰车，造成2个乘客受伤。啊，若讲到这个运将，敢是有食酒呢？目前警方阁需要调查。新北市新店2号发生公车撞过红灯，弄到一个9岁囡仔，加在这囡仔是无生命危险。交通局也甲这客运公司罚9万块。另外，今仔日初审行政院提案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草案，要改善电话卡和摆渡人行道的障碍，建议这过路人会当安全行伫路的环境。明明是红灯，暗过公车无减速的迹象，直接弄到放学当厝，当伫过车路9岁查甫囡仔。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新北新店2号下晡，查甫囡仔真侪所在去路受伤，好甲再无性命危险。警方表示，经过检测，驾驶无啉酒赛车，已经开弄红灯，无礼让行人2张罚单。交通局嘛依照公路法，对客运公司罚9万块。闯红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款；未礼让行人因而肇事致人受伤，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年。无停留行人的交通状况一直发生，要改变行人地价的臭名。行政议会3月初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草案，整治电话卡甲摆渡人行道的障碍。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进行初审，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希望会当改善人行道通行环境，伫工程建立相关规范。行人的这个通行安全上面的设施，这个怎么样去让它可以退缩？然后增加人行道的一个画设，跟地方政府的一个权责的部分也来给予要求。草案嘛规范地方政府主管机关，若是查到有妨碍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等，应该要求这个主管机关也是所有权人限期改善。违反的人会按次数处罚3万至15万，爱伫人真济的重要场所四周围画设行人优先区，提升通行安全。立委阁讲，应该由中央定行人安全的改善计划，由地方进行改善，定出顺序。林佑昌嘛表示，要建立安全友善的行人用路环境，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草案，藉由建设改善甲维护行人交通安全设施的方式，解决人行道不足、无障碍动线连接这问题。行政院嘛宣示，目标以2030年行人事故减少50%，2050年行人交通事故零死亡。记者综合报道。一伙囡仔透过儿童福利联盟转互灵母照顾，却互虐待到死。这卫福部和教育部调查了后，点出儿童福利联盟的缺失。这儿童福利联盟下晡也举行记者会，由董事长带头甲社会大众会实的，强调会提出3大改善计划，包括改善这收出养的流程、社工督导机制，也个培训社工的风险敏感度。我们必须向凯凯家属及社会大众道歉，对不起。联合联盟董事长林志嘉酸了当年一局中，对着这个要互领养囡仔，敢若互该顾的人虐待死去的事件来现实的。
对着伊伫顶一摆记者会，爱社工爱勇敢面对，配合司法的调查。黄培平是推卸责任的讲法，这摆伊坦白讲是家己失职，伫记者会上2摆下失礼。这是我身为儿盟董事长的失职，向儿盟全体同仁以及长期支持儿盟的社会大众致歉。连错，搁再连错下失礼。林志嘉强调，李明有不可推卸行政疏失，不应该由社工来承担。也若七六长，但例如强调，李明爱正做社工的保护伞，就有超过330个全职的社工，也来推动社工职业保护行动。我们也会针对社工同仁的工时还有薪资的部分进行改善。另外，对于进前卫福部、教育部公布稽查的结果，李明是提出3大改善，包含改进收出用的流程、改善社工督导的机制、培训社工离校保护风险的敏感度，将来社工会较接来访视，个案就以来由社工陪同。也有这个教育部指出，董事会部分董事无利益回避，李明坦白讲有疏失。董事会成员在两边都没有领取任何酬劳，故在讨论的过程中，未思考程序回避之举，诚有疏失。不过，李明这场记者会确实无开放提问，现场引发记者质疑。李明是解说，会先收集各界意见，找时间才好好回复。也若董事长林志嘉是不是请辞？李明只是回应，准董事会人数不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高雄一寡地区受到科学园区也有台积电等异地影响，这税厝的人变多，租金也贵的重悬。台南认得安平放列做税厝不如买厝的区域。不过，这买厝虽然有升迁按房贷帮助利率是袂起，平税厝是搁较会好。不过，这搭拢是旧厝较济，银行若准备去甲因贷款，是无法度贷到8成遮尔好的绩效，变做讲是你的头期款爱传较济，才有法度买。门拍开来看厝，边境采光好，较好卖。受南科甲中华区这二队影响，台南的厝价一直起。也毋过有7条单位统计6大都市甲新竹高行政区的租金，总价中位数并且算现款的金额，列出7大10大租不如买行政区。台南有认得安平甲桂林等5区。他其实每个月去缴那个租金，他们是都可以的，只是说他们就是要拿第一笔钱那个头期款那个这方面比较没办法。认得安平这所在，因为就业人口、中华区这因素，租厝需求悬，租金也起价。尽管有新青安贷款，买厝比租厝较好，不过头期款也是一个问题。虽然说贷款利率跟年限都有拉长，什么都比较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拿出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拿出头期款。那台南第9名高雄前金区路的亲侪大楼，也毋过已经较侪年啊，租卖平台顶面，这套房的总价对198万到488万不等，看起来是无贵。不过这厝拢超过25年啊，而且坪数较小，贷款成数上最6-7成。新的建案大概都在前镇、林雅，那包含盐城区跟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多议题的就是北高雄。北高雄的话，真的是新房子、新建案推出比较多。业者介绍厝型，自备款悬，互民众也只是摕袂出来，只好租厝。学者观察，新青安实施了后，虽然有较侪人买厝，不过各地厝价也起1-2成，凸显新青安贷款地标无治本。尤其这一波几乎是我们台湾的房价的历史高点。那如果在这个阶段买房的话，其实它未来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可能非同小可。学者讲，根本问题是伫厝价。台湾这笔进入超高龄的社会，10年了后，继承这个厝的量恐惊占总高1量1半。现阶段政府应该提供更加多社会主体，而不是鼓励少年人排真重的贷款来买厝。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盲情去牵涉到大麻，互检警调查。法务部表示，大麻是2级毒品管制，无论是有大麻或者是食大麻，拢是违法的。大麻对咱人体有败害，可能会造成惊吓，也有汗面等副作用。网络名人皮塔哥哥涉嫌持有大麻，捌互检警约谈。艺人阿庆的家后花花嘛去捌大麻，面对镜头90度一礼回失礼。我会好好去面对我的错误。那公共人物捲入大麻的风波，一件搁一件。执法单位7大麻定定发现大麻丛，最近查到的国内财政场一群查到将近100丛。虽然大麻互人列做2级毒品管制，不过调查局统计，大麻查到的保管量为103年59公斤。
112年已经冲到1117公斤。去年查到的毒品数量，大麻是排到第2名，敢若是K他命。本来大麻是在5名之后，目前已经上升到第4名，所以确实吸食大麻确实有上升的趋势。各国管制大麻程度有差，包括加拿大、墨西哥、非洲等9国全面开放5乐加医疗用途，英国、德国、澳洲、西班牙等52国，敢若会当做医疗使用。亚洲加非洲大部分国家目前是完全禁止，敢若泰国虽然目前全面开放，不过当地研究取消5乐使用。虽然有些团体主张也能够比照外国娱乐用的合法化，但是呢，它确实是危害人体健康很严重，所以并没有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法务部搁再声明，目前无用稳大麻合法，因为其中的成分含有肃轻大麻酚，会影响中枢神经，对咱人有败害。食大麻恐惊造成多疑、幻觉的副作用，长期食会致使视觉失调。可见官方也是认定大麻缺点比优点较侪。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警方接到通报，讲有人假造是连锁药局，伫咧同性软体顶头设群组卖毒品。警方长期调查，伫11日掠到3个嫌犯，也找到这上千包的独家背包等毒品。有一寡呢，佮甲这包装假造是这健康食品，或者是糖的包装，有影是足咸。警察落车了，赶紧冲往嫌犯停车的所在。高雄市刑警大队接到线报，有人以知名连锁药局的名，伫通讯软体无特定群组内底卖毒品、加背包等毒品，佮讲是24点钟外送到厝。警方经过2个外月的追踪调查，才掠到以女性嫌犯为首的3个人。在贩毒使用的车辆内以及仓库内呢，我们查获大量的 K 他命22包，毛重1093公克，毒品咖啡包。1593包，毛重6701公克，毒品哈密瓜锭呢1包，毛重460公克。毒品加背包满桌顶，市价大约200几万，有的搁用益生菌、水果糖啊，也是哈密瓜锭包装，一包也是一粒卖400块，买10包送1包，介绍俗，包装搁真水，真歹看会出来是毒品。嫌犯借出去好奇的少年家来买，互因落去买毒品的陷阱。青少年容易被这些毒品外包装比较亮丽炫彩的包装所吸引，那也容易在一些不管是聚会场合，或是朋友之间唱卡拉 OK， 有可能会吸引而施用。3个嫌犯互掠到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警方唔但提醒少年家注意来路不明的药啊，也是食品，后续嘛会追查毒品的来源，假是唔是有其他的共犯。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清明要到啊，真侪民众拢会提早去备忘。最近云林草埔啊是真接到火烧，云林县消防局统计23呢就65件，估计着一搭公墓到火烧，说因为这县内所有的水灵车拢去拍火啊，无就赶到公墓去拍火。当地这里长就赶紧利用这广播叫村民灌水，开这农药的这个喷水机来斗拍火。听到村长公布，真侪村民拢摕扫帚、灌水桶，甚至连农业用的喷水机拢开到高坑满横的乌仔底公墓来拍火。30个村民开2点钟才把火拍花，加在无人受伤，嘛无这么损失。拿那个竹扫把，就是开那个农用车，在那个水桶，一起来协助灭火。有树仔哩啦，你也无人管你个较早的传统的迄啦。系啊。当地村长表示，23迄天接到火警的通报，有赶紧通知消防单位。不过事当时所有的消防车拢已经出勤，无法度随赶到位，才会赶紧公布，请村民来协助。因为消防局是表示，刚刚23迄天，全云林县就有65站因为烧草引起的火灾。如果没有申请田野引火燃烧，可能会罚款3000元。那如果依环保的法规的话，会罚1200到10万元以下。消防局表示，最近民众提早备忘，各地拢有传出因为烧金纸等因素造成草啊烧起来的火灾。若是因为安尼发生公共危险，恐惊会犯到刑法，就要担刑事责任。提醒民众清明拜祖先的时，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
乌托邦停伫顶仔卡，常常互人检举收罚单。进前台南有民意代表提案，讲着爱亲像高雄共款，放令这顶仔卡会当互人停车或者是排单。毋过地方却是有无共款的意见。调频仲认为讲袂当停伫咧家己的土地，安尼是不合理的。有民众团体是呼吁讲，着爱确保因的通行安全。或者是建议市政府应该爱先分期、分阶段试办，再过来讨论。路边的顶仔卡车满，别人停点家己厝内的门口停，有民众反映停伫线内底，煞枪在咧收罚单。台南的顶仔卡议题引起讨论，有不少民意代表最近提案制定顶仔卡管理使用自治条例草案，要比较高雄的做法，放宽顶仔卡停车也是排大营业。民众无奈怨叹讲，若物价无所在通停，真无合理。车停伫家己的土地上、走廊上，也无黑白停。安尼嘛是甲咱开罚单，无影响到通行的原则，会当互因有因应有的权益。一个土地遐尼侪钱着，民众买土地煞无法度家己使用，家己的财产可能家己的财产，搁爱互政府罚一条罚金，对民众来讲是一个无公平的。实在去永康区行一抓，顶仔卡毋但乌托邦黑白镇，嘛有点加甲路顶条例，地处轮椅使用者敢若会当冒险伫道路行，所以新众团体出面要求草案，爱考虑到因的安全。另外嘛，有学者讲，除了台北市以外，各地头其实拢有共款的情形，因建议当先设一个示范区，分期进行，而且随时做调整。煮面的啦，是啥物固定的物件，我莫放人机啦，因为对阮来讲，真正无法度过，而且你也抛一个烧汤过来。有可能会烫到我，对不对？啊，嘛有可能烫到所有的人，有可能行路的人，有可能骹路较无方便的老大人，你叫伊行基楼关结，我上希望基楼会当平，安尼大家还当行。不可能一步到定位的话，一定要分期，然后分段，比较实务的做法应该是要这样子。根据自治条例草案，顶仔卡爱保留过路人通行空间1.5公尺。建筑物出入口上无嘛爱保留1.2公尺的空间。交通局表示会搁参相关单位做讨论。目前地方有无共声音，望政府通照各区做评估，打造双赢的局面。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咱常常讲到糖，咱袂去分什么款的界定。不过，这个新竹保基社团邀请老师来教大家安怎分辨糖团也有昆虫这两个无共款的所在，而且有炸标本伫咧现场展示，会当哪算哪学讲台语，是讲这糖的台语要安怎讲？毋是四肢脚的野兽，啊，毋是人，拢会当叫做糖团，吼，这就是糖团。啊，毋过咧，糖团刷落来，这个。我讲的昆虫就是六只脚的。老师一开始先教大家糖团参昆虫有啥物无同，佮讲故事，互囡仔明白各种昆虫。来参加活动的民众讲，用这款方法来学台语，感觉真趣味。我感觉足特别，因为我家己嘛无足熟悉，实在会使搁较了解一下。使学到足侪昆虫的。虫类的正确名义安尼，比如讲剪仔菇，啊个竹马，这两项我之前毋捌大家过，我感觉今仔真趣味。伊叫做竹马啊，就是因为伊就亲像阮母啊讲细汉的时阵咧，生起落迄骑马相争，伊就亲像迄个竹马同款，所以就叫伊竹马。老师搁再来画竹马甲落甲菇、剪仔菇的标本。互大家在现场直接用手来摸看卖。上这个课的老师，也是母语家庭的妈妈，伊就是认为目前生活中的台语资源伤少，才会发挥家己的专长，规气家己去推广，家己教。因为即马台语的资源较无够啦，所以就是因为阮家己嘛是母语家庭，我家己也嘛是母语家庭，所以就是比如讲，我家己拄啊好有相关的背景，啊，搁有囡仔就是开始会好闲讲，这要安怎讲，迄要安怎讲，啊，就想讲安尼规气，我家己就是用我家己的背景啊，想煞就来教这个囡仔。囡仔上介意的就是菇仔类的嘛。吼啊！一般譬如讲热天啊，上济会伫咧厝仔顶看到一支的，就是咱讲的独角仙，叫做六角菇。吼啊，两支的，就是有迄个超形虫，就叫做剪仔菇。趣味的活动，互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也对昆虫有更较深的认识。来参加的家长讲，后摆出去外口就知影，原来糖团参昆虫有啥物无同，来当叫出因的台语名。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讲到这人屎狮头，台湾真侪所在拢有家己的特色。为了要让学生了解这项传统艺术，乐江国中邀请有40年做狮头经验的施顺营老师去到学校教课，学生囡仔对这粒形8纸8步到最后的架设，完成独一无二的狮头。学生一笔一画彩绘狮头，先褪色，再搁砍线条。乐江国中邀请狮头工艺保存者施顺营老师来教课，让学生学传统工艺，用创意做狮头。我感觉这是一种传统甲艺术的结合，所以我会用较现代的色去画。老师有讲，这个喙是足重要的，因为这个喙会使表现出伊的气势。那其中伊的目睭嘛是足重要的，看起来才会伊的威风的感觉。施顺英表示，一般做狮头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伊特别设计36点钟的课，为塑形开始，然后8纸8步彩绘到耳啊、狮手等等，传授做狮头的工法给学生。我是希望讲，甲咱这传统的技艺吼，对上阶层吼，甲培养你知道，因为吸收一定较紧，你知道，而且吸收紧的变化就多。我规个思想是。甲当这种艺术的物件伫咧制作。施顺英老师表示，有人狮的民间风俗了后，狮头才开始延伸变化，正做民间艺术。伊即阵并说咧推广做狮头这项民艺，嘛鼓励学生自由创作，希望因会使伫传统民艺行出新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